無論咩原因，便秘即係腸部運動力不足。你有冇試過明明有做運動、飲食均衡，仍然去唔到廁所？原來根據衛生署嘅統計，每7個人就會有1個人受便秘影響。只不過呢個唔舒服、尷尬少少，大家唔方便講，所以唔係好覺。便秘咧，佢所造成嘅影響其實都幾大。簡單啲嘅就係啲口氣啊、樣貌爆瘡啊、瞓得唔好啊、情緒都會敏感咗啦。稍為嚴重少少咧，就可能會導致痔瘡問題啦，甚至乎肛裂嘅問題。再嚴重啲咧，即係長期導致咧可能大腸癌嘅風險會增加嘅，都唔係一個小問題。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啦，包括可能運動唔足夠、長期坐啦、飲食嘅習慣、少飲水、食得多肉。原來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壓力、情緒啊、壓力啊，都會影響我哋便秘嘅問題會嚴重咗，甚至乎長期便秘。要留意呢一個唔容易開口，但係其實持續影響我哋健康嘅一個問題。一般咧，我哋都會有幾種嘅方法，包括咗可能喺飲食着手啦，有啲人會飲啲水、飲食均衡，食下啲嘅膳食纖維啊、西梅啊、蛋白藥葉等等啦。亦都有啲人咧會做下，特別係針對腹部嘅運動，令到運動力增加，令到腸部喐得好啲。第三個就係嚴重過頭嘅時候咧，有啲人會選擇起身食藥。但究竟便秘對於我哋身體嚟講係發生緊乜嘢？其實便秘嘅成因有好多種啊，我哋嘅生活習慣啦、運動得唔夠啦，甚至乎係先天嘅原因。但係無論邊一種都好，講翻我哋嘅生理需求咧，就係條腸嘅蠕動力不足。其實便秘關乎到我哋嘅胃啦同埋腸，如果能夠好好嘅改善呢兩個器官嘅運作咧，其實無論咩原因嘅便秘都可以解決嘅。咁去到科學頌缽嚟講咧，當你有便秘問題咧，我哋會針對兩個器官胃同埋腸，會用頌缽呢個手法嘅熱能先處理個胃，令到個溫度打入個胃度咧，增加胃嘅溫度，改善嗰個運動力。胃一喐佢就會通知條腸，喂兄弟，好多嘢嚟緊喎，你快啲清理個全倉啦。咁呢個係一個系統嘅訊息，所以我哋用溫度改變胃嘅狀態，令到個消化系統溫嘅。第二個手法係用缽嘅震動增加腸部蠕動運動力，就直接係一個物理力量去應用喺腸部嗰種慢，透過頌缽嘅快加速咗佢嘅喐動，令到腸部本身積存嘅東西因為運動加速而排出到體外。睇睇先。哇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即刻見效嘅方法，記得同嗰位嘅對象講聲有需要即刻去廁所。科頌缽呢一個嘅手法咧，係針對佢個生理嘅特性，用頌缽物理嘅特性應用落去。科頌缽咧係一套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療愈手法。呢套手法特別係應用喺身體上嘅部分咧，你想學習的話咧，留意下我哋1日嘅課程，有12種身體不適嘅療愈手法。PM 我哋將詳情話俾你知。